Hong Kong，right？ 咁我其實想第一更多人可以睇到啦，第二就係希望可以更多人了解咯。因為好似我覺得其實大家可能睇劍擊嗰時唔係個個都明白嗰啲規矩啊。其實好似我咁，我第一次睇棒球我都唔知發生咩事。呢個第一。咁第二咧就係我亦都希望通過娛樂可以去令到更多人知道劍擊嘅樂趣咯。其實我成日都同大家分析劍擊其實係一個就係訪問咗咧，就係前國隊代表咧劍擊手王嘉爾啊。其實今次嘅世錦賽喺香港，it just happened to be in Hong Kong，right？ 咁我其實想第一更多人可以睇到啦，第二就係希望可以更多人了解咯。因為好似我覺得其實大家可能睇劍擊嗰時唔係個個都明白嗰啲規矩啊。其實好似我咁，我第一次睇棒球我都唔知發生咩事。呢個第一。咁第二咧就係我亦都希望通過娛樂可以去令到更多人知道劍擊嘅樂趣咯。其實我成日都同大家分析劍擊其實係一個 moving 嘅象棋 ，moving chess。咁其實好多嘢係策略同埋 strategy， 同埋係好多嘢都係 relate 翻去做人。设计了。我